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日报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铁445车次朋友嘛弄到大石头，造成头3节车厢败北，加载旅客全部平安。交通部表示，会评估敢要把这个所在划入去警告系统。马英九结束中国的行程，学者认为讲中国有典型甲台湾来往的意愿，不过嘛看出北京想要用9日共识来甲热清的伺候落去。高雄市立民生病院发生开刀开唔到人的错误，卫生局甲病院罚50万，也甲院长换掉，由市立病院管理中心执行长代理调查。好，先来关心的是台铁445车次对台东开去到树林的朋友嘛，伫个昨暗9点多，经过和平站附近的时阵，去弄到一粒因为地动尾落落来的大石头，结果造成头3节车厢败北。加在这火车是无变过去，旅客也拢全部平安。因那这台铁东部干线是经过抢修了后，今仔日透早6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车。目前由于机车故障。目前在这里等待救援。车顶的人拢行一条原本为台东开向树林的445处培养马河，经过花莲秀林乡的和平火车站附近时阵，因为弄到石头，互1到30的车厢败北，车厢也围出一道一道的混压，后加载无并车，旅客平安。目前现场看到，它确实是落实第一节车厢有2轴出轨，目前会把车子开到和平来去接驳旅客，继续北上。行近一个看半人悬的大石头，到环节铁轨道，事故车次的140个乘客，差不多在暗时10点半开始落车，挂大包小包的行李，穿过铁轨道，由台铁人引导到和平站坐专接车。要上义务感觉，然后就车子晃，然后轰隆轰隆的往前进这样子，那大概过20-30秒刹停，然后车长就赶紧下车查看状况。花莲大地震发生了后，到目前地动尾已经超过800个。山区什么时阵会石头连落来，什么人拢唔知影。这也造成列车双向拢无法度通行，也互行程逼迫取消旅客真无奈。原车回去啊，刚好这班朔风有停。哦，就只能先回家。先回家。好加在伫工务团人员抢修之下，双向抢通开放。暗过先客指出，山顶也有2粒差不多10吨重的石头特别落落来，就惊地动尾又未煞，有石头连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帮台铁朋友嘛445车次的火车昨暗弄到山区落落来的石头，地势败北以外，这粒石头就是伫个台九线苏花公路落落来的。这公路局是判断讲大石头有可能就是先弄破防护的这个装置，再个落入去到铁轨路内底。交通部是表示讲会请台铁来评估，敢要把这个所在划入去警告系统。台北普悠玛445处列车在1透早7点50分拖去和平站，事故路段伫6点抢通，代替调查。这个区间铁路边是台九线，那台九线边也就是山坡，虽然台九线甲铁路路线边拢设有更规则难阻挡，也毋过即摆落石量大，有些地落石拢还阻挡落伫路线。昨天晚上这一处是当时他们评估是边坡相对稳定哈，那它主要的边坡是在公路的边坡。那掉下来以后，再弹到下面铁路了哈啊！如果是他们重新评估，需要来做告警系统，那交通部这边会全力来支持。交通部证实，这区过去伫台铁评估中，并不是高风险路段，所以无伫目前已经设伫26个路桥告警系统内，预计会办理更规则难加高登记，落伫高风险区域评估。引进一些新的设备，然后无人机啊，或者是说边坡的这种测试的先进的仪器哦。目前的抢修看起来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让铁路尽速的运输。那是否有去考量到说周遭有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2次灾害的发生的可能性？台铁产业工会讲，台铁虽然伫事故了后抢通速度紧，也毋过应该更加注意沿线的地质状况，加强巡轨作业，避免互员工甲旅客踮伫风险中。记者综合报道。
苏花公路台九线大清水到崇德路段，因为即届花莲大地震这损害是真严重，所以是需要长期来施工。即马双边逐工是敢若开放3个通行的时间。也那这管制站现场上新的情形，咱是要交互咱台记台的记者卢尚如甲曾俊佑带大家做伙来看。是主播观众，记者人是伫咧花莲的崇德管制站，一天即马是总共开放3个通行时间。像讲第2个通行时间呢，就是中昼的12点至下晡的7点哦。那然后咱会当看到现场哦，这个排队的车阵是已经排到落长，看袂到最后一台车伫咧倒位哦。像讲这个第1台车呢，听民众的讲法咯，是以自透早8点开始哦，就伫咧现场排队咯。另外嘛，透早已经对台北过来到花莲的民众哦，中昼要搁排队等去。伊表示讲哦，拜四是伊花莲大地震了后头一届行苏花公路，咱就来听伊来说明讲今仔日伊规路所看到的状况。即摆内底情形就是边坡拢是大石头啊，参加树枝足大枝的树枝啦，啊，拢连做拢规加做伙啦，啊，最歹清的就是剩一线尔，单线道通车啦。惊会摇啦，啊！甲透早嘛是搁小摇者安尼尔，就看一寡落石落安尼，咱压涂骹压安尼啦。规路也是会当看到对山顶连落来的山石啊、树枝啊等等，山壁看到嘛是真惊人。但无干部段是表示，目前呢直直拢有地动尾，这个苏花公路无定时嘛是会有石头连落来，啊，但是呢无连月色特别的限速，民众也是要看这个交通标志来使哦。花莲的崇德管制站的人员是表示讲哦，这个通行的时间啊，只要一过吼，这个门就会随甲砸倒来，车就袂当通过。所以比如讲哦，这1点的时间若到，后壁的车就是还阁继续排队咯。也若是讲这个管制的日期呢，会到当时目前是拍算讲会到4月30，所以民众哦要来行苏花公路的时阵，一定都爱确定一下家己的时间。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咧崇德管制站的连线报道，所来甲镜头交互主播。好，咱感谢尚如甲俊佑为咱带来苏花公路上新的消息。即摆花莲地震造成灾情，也影响到当地的观光甲经济。这业者要送菜色去到外县市的时阵，是无通行这个苏花公路，也是铁路的，所以青青的食材就安尼放到后去。另外呢，是有一寡卖盘手的业者，因嘛是拢共款趁无钱，所以话讲，只要你甲交关100块，就要捐50块出来做伙救灾。守伫店门口，这边看、迄边看，一直看来看去，员工徛几步都是等袂着人起来。连价值差7、8成。连假进前拄着大地震，业者落一半。即马外地人考虑安全甲交通，也暂时无来。花莲几啊间名产店生意零零清清，店内空空无半人，无看到观光客的踪影。那目前来说，就是跟员工这边协调，先让他们休特休假跟年假，因为现在的假很多。关键的人潮无来，钱条当然嘛伫袂来。都惊要去抹度回温，当地北京名产甲盘手类店家串联算另类行销，只要民众消费100，业者就捐50块救灾。里面可能会扣掉必要的费用，刷卡手续费跟运费，然后我们的款项呢会捐给卫福部的一个账户以及花莲县政府的专户。这些我们信保基金跟林府金都会启动。来协助业者相关申请，让他们在尽快在这个资金取得上能够这个获得政府的协助大批菜色水果装箱准备出货，要过受限苏花公路有条件开放通行，大卡车送货爱行南回高上北12点钟的路程，也让菜色水果卖相变差，怕被继续落3分之一冲击生活。因为我们的都是冷藏车，都是27吨的冷藏车，那冷藏货柜的冷藏箱啊，上火车板车以后会超过隧道的高度啦，所以没有办法走铁路运输。大地震损断花莲地区，道路建筑物都有起顶损害，经济上面也带来严重的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咱要来看前总统马英九结束中国访问的行程，今仔日是返来到台湾。有真侪学者认为讲，这中国有展现要甲台湾来往的意愿，也毋过嘛看出北京是想要用这个9二共识来甲赖清德伺候落去。也那赖清德是表示讲，伊上任了后会拍拼来维护台湾甲两岸的安全，参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都是
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国，同属中华民族。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9·2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前总统马英九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回来台湾，就一天真受关注的马习会煞股。这是两华分治75年来，中华民国前总统头一届伫中国的土地，甲中国最高领导人见面。纽约时报分析马英九甲习近平见面，显示中国展现甲台湾来去的意愿。不过嘛，凸显敢若会当照北京的条件行，伊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来束缚准总统赖清德。习近平这一次其实是借着马总统告诉赖清德政府，就是两岸如果你要跟我打交道。他的底线怎么样？某种程度可能会和缓，可是这是有前提跟条件的。马英九强调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习近平是表示肯定，嘛强调讲体现一中原则的9·2共识是两华和平的关键。梁淑华认为讲，这就是咧向赖清德表示因的底线。梁淑华讲，马习议会对两华关系等好有帮助，不过中国要是会持续文攻武吓。根据国防部公布的资料，7日侦查到14架中国军机、6架中国军舰在台海附近的活动。未来我们也会积极除了发展台湾的经济、照顾人民以外，也会致力于台湾的安全、两岸的稳定以及印太的和平。You inherit a thriving democracy, one that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 good economy, a secure country. But I also suspect there will be no rest for the weary once you take office, given the challenges that remain. 赖清德11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访问团。伊讲到访问团伫美日峰会举行的时阵访问台湾，意义是真重大。强调就任了后会拍拼维护台湾的安全、两岸的稳定，也有印太和平。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的记者咧，要来看总书记10天来是通报4件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新北市卫生局除了要求2间分店暂停营业，也甲台北市做伙要来稽查总书记所有的分店。疾管署这初步认定是这个粗瓦甲香辣西门店是哪像着感染着鹿螺的病毒。这王品的集团是除了搁再来会室的，也提出3种关怀方案。新北市卫生局的人员前往稽查，因为总书记最近已经连续有2间分店出现好亲像食物中毒的通报，引起食安疑虑，予卫生局要求暂停营业。即马开始嘛全面稽查辖区内其他10间分店，台北市嘛做伙查。藏寿司新庄红会店以及淡水站前店分别因1年内2次被通报疑似食品中毒，那目前通报人数未有再增加。卫生局呢命这2家分店暂停作业。他们的同品牌的店家也有被通报食品中毒，所以我们也会一起针对台北市所有的分店都会进行加强稽查。新北卫生局初二前往淡水站前店进行稽查，现场嘛发现冷冻柜无定期除霜，也甲数四盘破气这缺失，已经要求业者都要限期改正，安若无会当一照食安法罚上悬2亿的罚款。民众吃了后会产生食物中毒，有急性肠胃炎，到底是哪一种病原菌？是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的？我们就可能还等待那个采验的报告。在不同的电话，我想我们卫生单位它除了这个，包括餐厅那边会有一些裁剪的话，也应该会裁剪那个上游供应的厂商。王品集团原来有食安风暴，疾管署初步认定粗瓦香辣石门西门店初2至初6好亲像感染诺罗病毒的事件，除了向消费者会室内，嘛提出3种关怀方案，包括餐费专业退费、医疗给付，也加消费者慰问金。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对食安也加宝林地色进行专案报告，互人质疑中央护航宝林。勒令将所有的分店都停业的时候，甚至质疑为什么要做这么的绝？我们有没有接到中央疑似护航宝林的这通电话？每一次我们如果大幅度的关店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讨论的。的确，可能为了避免波及无辜，当然都会有这样的讨论。刘彩伟嘛指出，3月2日已经有4个案例，卫生部煞无愿意查考实在。周万安嘛证实，中央第一时间确实是无愿意，经过这个沟通，定顺是由数高层了后，才决定查考实在。记者综合报道。
艺人黄子佼透过性犯罪网站摕到真侪离校的性影像，这数位部昨暗6点外收到卫福部公文了后，台湾网络资讯中心是随启动作业，网站即马已经看袂到啊。查到非法偷窃的网站，煞无紧甲落价，互数位部甲卫福部是受到真侪批评。数位部表示讲，昨暗收到卫福部的公文了后，有随照这个规定，要求封锁性犯罪的网站，即马已经正式全部拢甲封起来。再来看台中市政府khai查包仔甲馒头的店，结果伫咧中区的建国路有一间业者，伊卖即个乌糖馒头，煞互人去验到人工的甜味剂。这业者讲是因为最近这糖的成本实在伤过悬，才会伫朋友的建议之下南瓜甜味剂，即马是按处已经加罚3万块。烧乎乎的馒头吹出来，这间伫咧台中火车头附近已经有45年历史的馒头店，主打用料实在、价小亲民，吸引真侪顾客上门。但是即马却传出违法加添人工甜味剂。我唔知啊，我是汉子来啊，我3个月才来一遍啊。台中市市安处日前稽查12间中式炊煮食品业者，抽验24件食品，结果中区建国路这间知名馒头店一款乌糖馒头，却检出人工甜味剂，消费者表示不知情。业者承认讲，因为这几年糖的价小一直起，接受制作咸酸甜的朋友建议加添。朋友介绍，说甜味剂啊，在他们的蜜饯当中，是可以添加的，还有一些健康食品都可以添加的。那我们不知道说，在我们炊事食品里面不可以添加，所以说当时是我们根本就是不了解的状况之下犯了这个错误。业者辩讲，唔知影袂当加添伫咧炊事食品，只做一批100粒的乌糖馒头，卖出去一半左右，其他拢已经消费，愿意接受消费者退钱。市安处是强调，人工甜味剂会使少量添加伫咧咸酸甜类，但是袂当用伫咧中式炊煮类的产品，会开罚3万块。其中一件黑糖馒头检出甜味剂不符规定，依食安法裁处3万元，并立即要求业者将问题产品下架销毁。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呢，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结构不稳定，像包括肾脏或者是一些代谢的器官。若长期摄取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慢性毒性的发生。道理专家是表示，人工甜味剂拄着烧，结果会袂稳，长期摄取恐惊会发生慢性毒性的状况。业者讲袂搁再使用，但是经营3代的商议，加减已经受到影响。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这真撼故的事件，这是发生在高雄市立民生病院，发生开刀开唔到人的错误。有一个病患，伊本来是4月初4要来做胸坎的手术，结果送入去手术房的煞是共房间另外一个患者，对医师到护理师这麻醉科全部拢无人发现。经病房护理师发现异常，主动通报，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目前2位病患的身体状况稳定，生命迹象稳定。即马民生病院是承认讲是因的主治医师无照开刀的流程，相关人员也无确认这个患者的病情，所以决定医师是记过2摆，其他4个人是记过1摆，而且也有甲这个家属来会实的。卫生局甲病院罚50万块，也甲这个院长换掉，落尾是由市立病院管理中心的执行长来代理做调查。好，再来看这花莲大地震，台南市政府这个教育局统计，全台南市总共有73间校舍受到损害，这大多数拢是壁也是涂骹必损，其中伫咧咸水的月定国小有一栋校舍是严重受灾，所以目前是先甲学生换教室来上课，教育局也会争取经费来重建。来到月定国小5年的教室内底，会当看到壁刀红门涂边开，天棚的钢筋嘛看现现。为着安全，学校甲60个学生安置伫其他的教室内底上课，确保学生读册袂受影响。有一点。为什么？因为那一边比较熟悉。那整个南栋大概有4个班级的学生，大约有60个孩子。那我们就把它安置到我们的科任教室来，或者是活动中心，让他们的学习不会受影响。经过市府会勘甲相关单位鉴定了后，月定国小受到4月初3花莲大地震影响，
1楼有4间教室受损等，加上2楼拢总有8间教室无法度搁用，互判定是危险建筑大红单，禁止搁使用。事实上，经过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统计，全台南拢总有73间学校受损等，不过其中72间学校大部分拢是壁倒涂骹必顺等等，未影响到学校的安全。干那外丁国小受损较严重，所以教育局嘛当咧争取经费来顶起。那目前我们有结构受损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月经国小啦，那其他还有73校哈，那有一些地坪上面的裂缝啊，不影响结构安全的受损，大概有73校。那总复建工程包含月经国小的话是总共1.19亿元的需求，那我们也都有跟我们中央这边来提报，争取相关的复建经费。这届地动受损较严重的月丁国小，旧教室已经用38档啊，过去也捌征收过。不过这届评估补强其实无较绝，就爱定起。教育局嘛当咧争取经费，预估经费需要9600万。另外，因为台湾常常发生地动，加上过去也受到2016年李浪大地动影响，所以自2019年到2023年，教育局已经协助各校完成教室内建能力改善，办理286栋教室大楼补强工程，还有61栋大楼的订建，改善的经费拢总开50亿4000多万。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再来看这诈骗的出头是几啊种，去年呢，警方冻落来的诈骗的金额都有89亿外。即马行政院是要来推动专法，相关的部会是有提出因应的措施。目前这个法案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预计在4月底进前就会当送入去立法院。新型诈骗的手路是800款，诈骗集团即马搁甲脑筋动去社福团体甲华人地动赈灾。不过，警方在第一线抓诈骗的时阵，现在第一时间无度随处理。骂人的部分要用搜索票来调，而且调阅的时期都是有限的，而且会拖得比较长一点，这对于警方的侦办确实有造成困扰。行政院调集各部会，根据打诈专法，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按算4月底进前会送去立法院。为了加强合作的力头，法务部检察司研究提悬电信诈欺的法则，嘛提悬假释的条件，而且增订反映的条款。为了能够彻底的打击诈欺集团，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所谓的窝里反条款，让这些共犯能够积极的自白自首，能够让我们彻底的瓦解整个犯罪集团。借用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是世界赢杯，鼓吹民众甲大条钱讲落，就要收煞是规乌有去。不过，各大网络平台无伫台湾定根，嘛互监管是真困难。原本由经济部管理的网络广告平台业者，即嘛确认会转交互数位部来管理。主管机关挪到我们数位部来，那我们后续就可以要求这些网络广告平台业者，看是需要它落地，会有一些防诈的义务的赋予。那如果他不配合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必要的处置。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建议讲，打诈专法爱涵盖金融方面、虚拟资产甲点数卡，避免加做犯罪集团方便洗钱的管道。卖甲虚拟资产业者登记制入法，而且加强立管网络平台甲通讯软体。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道这外，这个查甫囡仔去互年母家虐待死亡的案件是引起社会议论。即马离合联盟煞搁互人投诉，讲是因为调查无甲定真，所以致使互志工去做免费的家教，为一寡无符合资格的囡仔来服务。卫福部是表示讲，这社工咧评估的时阵，有影是有可能会疏忽去，所以未来会斟酌来提醒。最近，二号联名因为访视无实在，造成一岁出养的查甫囡仔互年母虐待死亡，引起社会一直的议论。立委柯志伟早起召开记者会指出，有接到前2名志工的投诉，讲2名因为访视查核无确实，致使志工好亲像替非弱势家庭提供免费的家教，认为教学资源可以浪费去。服务的内容包括儿童接送、课后辅导、家教等等，但这个 case 让我觉得很难继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我后来透过社工得知小朋友是自卑学康，家庭的客观经济环境以及当初通报儿福的原因，都让我觉得我再继续服务下去会造成资源排挤。立委柯志伟质疑，卫福部社家署为106年开始，针对儿少甲家庭社区的支持服务方案，将近8年来提供地方政府甲民间团体超过6亿的补助，补助金逐年在增加，113年补助金达到1亿5千万。不过儿少的悲剧煞一直在发生，而且资源互人乱用。呼吁卫福部爱先进监督的角色，督促社工落实访视，并不是干那开钱无伫对踪。
主管机关，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对志工这个所反映事项，就应该要确实入案，确实去加强查核，对志工所服务的这个家庭跟孩童，他相关的情况的这个访视也要到位哈。在于对个案的评估的部分，确实哈，我们也有注意到说，社工在评估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可能会只偏重说是在对家庭成员的一个访视，所以如果能够更多元的去了解到这个家庭相关的资讯，包含了学校这边或者是邻里长，绝对是有帮助。谢家属表示，未来会透过教育训练，也是业务联络会议，提醒引导社工访视评估的时阵，都爱多元收集资讯，通了解是毋是符合着相关福利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照顾动物的福利，立法院今仔日审查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朝野党团总算有共识，要全面来禁用铁虎。也毋过，动保团体是认为讲，毋若是铁虎，就连这个山猪条也爱做伙甲禁起来。小动物互山猪条活斗啊，只若有挡着，就算互救落来，到尾也嘛敢来当救掉。动保团体摕6年来收集到的影片，啊，搁伫立法院演行动局，都是要呼吁相关单位爱全面禁用活斗啊、山猪条这含金工具。改良式的山猪吊的猎具，它防得了成年的黑熊，但是幼熊呢、山羌呢、猕猴呢，我们强烈要求重新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政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12审查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重点是要全面禁用活斗啊，保障原住民的狩猎权，强化饲主的责任，也甲扩大没收犯罪物品的范围。目前农业部推撒改良蜡具来防止乌熊无细字去打着，不过动保团体甲条约立委嘛质疑，烦恼这无法度防止无细字去掠着其他的野生动物。改良是你说口小一点，让我们的黑熊不会套进去。这几年有5次被夹，在我们的农民的靠近山区的，还有原住民哦，他还是有必要的一个狩猎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推动这些改良式的猎具以后，那相对的能够逐步的去取代改良式猎具。你们现在的推广成效到什么样的程度？原住民的同胞对于改良式猎具的接受程度，就是如果知道的人，他们其实蛮高兴使用了。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换发了3700多了。林业署说明，考虑保育实务，无应该全面禁用特色，会重视农民防治受害需求，并尊重原住民的自然资源利用权，来减轻这些特色对动物的伤害。今年3月底，已经有换发445组改良式的蜡具，比起去年底换发249组，成长将近1倍。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市政古迹蔡水阁舞蹈研究社18年来是由台北市委托经营，也毋过这份合约今年这个6月就到期啊，所以文化局是会搁加公开招标。蔡水阁基金会是甲一寡民间团体呼吁台北市政府按文资法的规定，以合作经营来代替委托，才通互蔡水阁的舞蹈会当继续传承落去。一阵舞者身躯顶煞，互人包白布、包条条，甚至落尾阁规定，互人白做伙无法度叮当。这是蔡水阁文化基金会以新的舞蹈来反对台北市府，要对蔡水阁舞蹈研究社这座古迹公开招标，要委外经营。我是感觉咱古迹甲名胜吼，概念爱分得清楚啦。古迹爱有传承甲教育的功能吼。超过30个本土社团甲民团来到支持，指出蔡水阁舞蹈研究社是台湾舞蹈史的重要场地。蔡水阁文化基金会长期咧维护文化资产，有伊的专业甲用心。台北市府应该按照文资法第21条，互相唔免出钱，而且平等签约合作的规定，甲基金会来签行政契约。它就不能成为现在这个采购法的牺牲品啊！什么叫招标？别家牛肉面也有可能啊，王记牛肉面也有可能啊。如果他真的标到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基金会呼吁台北市府以合作经营的模式来取代委外经营，嘛呼吁比较七海园区设定50档的公有土地地上权，和民间基金会来经营。那当时国内并没有
总统图书馆的相关经验与案例，需要仰赖民间资源与民间的创意协助。所以当时才以促参法第46条，就是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台北市文化局强调，对2006年开始就依照法规办理公开评选，委托基金会来经营。这届嘛是按照以往的方式来招标，希望会当继续和蔡水月文化基金会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马上来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拜访拜登，两个人拢表示讲会来强化两国的军事合作。岸田是要搁早250张日本的这个沙克拉球仔去送给拜登，那拜登是强调讲会继续甲中国的习近平来对话，减少误会。美国总统拜登甲夫人吉尔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翁仔埔来访，伫北京南草皮隆重的欢迎仪式了后，双方举行双边会谈。两个人表示会强化美日同盟，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甲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まず私たちは力または威圧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は世界のいかなる場所であれ断じて許容できず、同盟国同志国と連携し、引き続き毅然として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岸田也带来250粒代表日美友好的染井级的烟花球仔，庆祝美国会伫2026年建国250周年。双方聚焦以哈冲突、俄乌战争甲北韩台海等议题发表看法。拜登特别俄罗岸田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甲伫联合国安理会力推防止核武混大议题，佮坚定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等。拜登也讲到，最近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双方同意维持沟通管道。I've recently spoken at length with President Xi, and we've agreed that we would have personal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whenever we wanted to discuss anything, so there'd be nothing slips between, as they say, between the cup and the lip. 岸田也表示，会甲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履行成为大国责任。拜登初三暗伫北京举办国宴款待岸田，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前总统克林顿甲希拉蕊翁仔某、参联准会主席鲍尔等人，拢是嘉宾。拜登甲岸田伫晚宴共同举杯。拜登也特别强调，美日同盟关系是以前所无的坚定。公司新闻邓慧婷编译。这几天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也毋过这加沙的居民煞无心情来过节，因为伊毋但是无饭通去食，也无所在通去住。美国总统拜登咧接受专访的时阵，是谴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这做法是真毋对，也呼吁一定要赶紧来停火。几个囡仔为这水上挂水，原本只是生活必需品，即马伫南华营区说是开斋节，少数因互人欢喜的代志。自从以哈爆发战争以来，经过6个月战火摧残，造成粮食欠缺，加上有路无厝，伫原本充满欢喜的开斋节，巴勒斯坦人完全感受袂到节庆的气氛。زي ما انت شايفنا الدودة كلنا وجعانين لا أكل ولا شرب。联合国表示，高省有170万人被逼逃离家园，其中一半是囡仔，有110万人面临灾难性危機，因为粮食供应甲应对能力已经耗尽。美国总统拜登伫接受全球电视网专访时阵，提出对以色列上严厉谴責之言。I think what he's doing is a mistake. I don't agree with his approach. So what I'm calling for is for the Israelis to just call for a ceasefire, allow for the next 6-8 weeks total access to all food and medicin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过去一天对加沙发动数十摆空袭，国讲伫拜三一场空袭当中，断死哈马斯政治领袖哈亚尼的3个后生，佢表示因拢是哈马斯军事特务。
另外咧进行的停火谈判，原本制定释放40个包含妇女、病人甲老人等人质，不过哈马斯代表指出，因目前无法度找到符合停火协议的40个人质，引起外界烦恼死亡人质，恐惊会比已经知影的搁较侪。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美国政府4月初10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月增率是0.4%，年增率是3.5%，拢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也代表这联准会原本是6月想要提早降息的想法，恐惊是无望啊。美国股市持续冷落，道琼工业指数达1.09%，标普500达0.95%，纳斯达克0.84%，费城半导体1.05%。劳工部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5%，毋但比市场预期3.4%悬，也比1月份3.2%较悬。原本一前预期联准会6月降利息行动，即马会缩缓去。Markets today are really moving all on the inflation data, where investors are really having to grapple with the potential for many fewer Fed rate cuts, which is pushing interest rates up along with higher inflation expectations. 美国总统拜登被问到相关问题时，曾表示，家己预测今年有望有降利息的机会。Well, I do stand by my prediction that before the year is out, there will be a rate cut. We have dramatically reduced inflation from 9% down to close to 3%. 联准会已经明确表示，在经济健康发展情形之下，无着急调降基准利率，进前预测是会调降300利息。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世界电竞总会宣布，今年巴黎奥运这电竞比赛摕到金牌的选手，拢会当上5万块美金的奖金，大概是台票161万。虽然讲这项消息，互比赛的气氛是愈来愈热，也毋过恐怖组织 IS 煞这个时阵跳出来讲，要对欧冠杯的球场来发动攻击，所以法国警察是赶紧做出应应。2020是巴黎奥运只要伫电竞摕到金牌选手，会得到由世界电竞总会颁发5万美金的奖金，相当大票161万。赛电也会是第一个直接发奖金予选手的国际运动总会，符合伊精彩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的奥运商业化潮流。世界电竞总会表示，已经拨出240万美金，用来支付今年巴黎奥运电竞项目48场比赛的金牌得主。接着赛队5成员会被分这5万美金，金牌甲铜牌得主的奖金会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发。While we are recipients of broadcast revenue from an Olympic Games, that they are in large part the reason why we are in receipt of that revenue. 国际奥会会宣布权利金甲赞助商广告等数十亿美金的收入，会分予国际各运动会总会甲各国奥会，赛电都是其中之一。现代奥运商业化进程只是业余运动员比赛。国际奥会并无发奖金，不过运动员有权当为家己的国家政府还是赞助商得到。以联合国讲体育奖章办法，奥运金牌2000万，银牌700万，铜牌500万。电竞游泳体操金牌增加2%，也就是讲咱国电竞选手伫奥运摕金牌，咱得到3000万。那随着7月底奥运要到，巴黎维安也更加谨慎。Donc elle est assez renforcée. Après, à voir, là on est qu'au début de la journée. Donc, de sécurité qui ont été mis en œuvre à l'occasion de ces Jeux de Paris 2024 ont été au niveau maximal.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讲要伫欧冠杯8强赛开始台进前伫4座球场发动攻击，搁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调降散布谣言，和平常对法国政府保护百姓能力搁较怀疑甲惊吓。伫巴黎重要地标交通中心顶，4月当看到法国警方咧巡逻，报道当时展现强大警力，和平常放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在这新闻，咱要来看高雄捷运公山到路德迄段，目前这公山车站是按算6月底会当通车，即马已经进入试车的阶段。也毋过，因为这段路是驶伫咧高架的铁基路面，沿路拢有徛架，搁无设置的隔音壁。当地里长是表示讲，尚无影响到200-300户的生活。捷运伫铁基路咧驶的声音，若是半暝出现，恁敢困的路面。捷运公山路伫延伸线阿 K 湾公山车站6月底就要通车路，即马是试车阶段。毋过暗时捷运试车甲进站的声音，附近居民有人怨叹拢困袂去，甚至有民众徛过离捷运轨道干那50公尺，互声音吵甲血压升悬，影响到生活品质。24小时，真啊挡袂调啦！我用到高压压到150，困袂去啊。暗时啊，你困的时间吼，
拢会听到足大声的声音，害阮要入睡拢足困难的啦。目前捷运的延伸线是开到公山，就会转入去中山南路，这条路拢是店面徛街。里长表示讲，上无有200-300户受影响，因为捷运汽车是为透早6点到半暝1点。去年伊捌向市府争取设置隔音的设备，迄当时市府讲因为经费不足，爱等到通车了后才会拍算。因为迄经费的关系，已经无啥够啊，所以无法度加拨出工程款，才来起这个隔音墙。为了不影响日间红线的营运，所以先前有一些测试工作必须在深夜捷运收班之后来进行。那所以对民众的生活影响比较大。针对公山路段捷运汽车声音受过差，这运局表示，目前沿线有限2个声音监测器，评估捷运声音甲影响，会来做检讨。嘛强调未来正式营运了后，半暝就袂阁有这款声音。记者钟义辉、胡昭勇高雄报道。台东县的富江渔港有真侪人会去遐钓鱼，也毋过煞拢无甲即个粪扫炸好走，黑白片佫造成海洋的污染。台东县政府是表示讲，若准这民众是讲袂听，就会要求钓鱼爱徛名，而且黑白弹粪扫的人上当会罚到6000块。一批一批塑胶干仔对海水一入来台东富江渔港港区当地改建的布环顶，四界拢是一包一包粪扫。民众讲，这粪扫拢是钓鱼人担的，捌有钓鱼人家己发起清理，清出一个小货车的粪扫，毋过清线又搁继续担。这爱钓鱼的人是讲，这种行为嘛真正真歹管。在尤其是夜钓的族群的部分。其实，制造垃圾的问题是非常的大哈。台东富江渔港的布环是热门钓鱼的地点，常常有人批评垃圾。较早捌管制袂使钓鱼，不过政府向海致敬的政策，钓鱼人又搁要求开放。不过开放了后，粪扫污染渔港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即马县政府讲无要搁考劝啊，要制定钓鱼的人是名制，委托在地协会加强管理。若是查到钓鱼的人黑白弹粪扫，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罚到6000。管理的部分的话，我们会邀请一些相关团队来现场来做加强管理之后，然后来落实那个钓客实名制。那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说，农业处、渔业科还有渔会，他们可以善尽他们应该有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权责。环保局表示，目前富江海布环要架设科技执法设备有困难，不过会无定时巡逻稽查，呼吁钓鱼人爱自我约束。不过弹掉的粪扫，若是找无行为人，就会变做环保局要求农业处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环保局来招这个志工帮民众来免费修理一寡破弃的衫裤、甲家庭用品等等，期待会当互这个资源搁再利用，呼吁大家爱来珍惜物品。透过有路的手工，民众厝内原地已经特别歹去的家具，即马可以当继续使用。另外一边，阁有家电志工，当咧帮民众修理电器用品。唔但技术好，而且修理拢免钱。希望可以让民众就是珍惜一些就是物品，但是我们这个零件是要自己去准备的。新竹市环保局在将军村成立修复干妈店，透过志工的参与，免费帮民众修理厝内，无论是家具、电器用品，也是补破去的衫裤。甚至连铁马嘛拢会来修理。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它断裂的话，东西不要丢，就保留下来。然后或者是做起来有摇晃的话，也可以拿过来整理。那衣服的话，建议就是扣子或是拉链坏掉的话，都可以去做整理。尽量能够以维修来代替购买哦，尽量减少购买新品啊，来使用我们已经在使用的一个物品啊。新竹市环保局表示，未来民众有需要，会使提早去注文。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假日，拢会当提去现场免费修理。环保局希望透过修复干妈店来推广循环再利用，做伙学习小宝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为着要培养囡仔看册习惯，这南投县是鼓励家长带5岁以下的囡仔去办借册节，有班就会送礼物，嘛互家长甲囡仔做伙来看绘本，培养感情。老师带水里乡立幼稚园的学生囡仔来到水里乡立图书馆，办理因人生中头一张借册节。图书馆嘛有准备惊喜，水里乡长特别亲身出席送礼，囡仔一个一个排队徛好领礼物，拍开了后发现是绘本。囡仔拢真欢喜，连咪坐落来看册。今天非常开心，带我们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图书馆，
办理借书证，这个也是孩子他们人生中第一个借书证。阅读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性情，还有一个脾气，还有一个习惯，能够从小来培养的话，我相信他长大之后出社会，一定会对我们社会有所帮助，能够多多来阅读。水里图书馆还有举办袂少活动，请侪侪无同绘本的作者来讲故事，嘛鼓励家长做伙参与，增加亲子感情，嘛互囡仔喜意看册。希望大朋友、小朋友拢通接纳图书馆。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抛砖引玉，让小朋友越来越喜欢看书。以后我们水里图书馆也欢迎我们乡内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利用假日还是平常日都来我们这里环境优美的图书馆。为着要互阅读自囡仔细汉开始定根，南投县内15个乡镇的公共图书馆拢有办借册证送好礼的活动，希望图书馆变做一个陪伴囡仔大汉的所在，嘛培养囡仔阅读的兴趣甲惯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讲台语的人有要挖120万个，这是全国唯一一个有上百万人讲台语的城市。目前，这高雄市政府是当咧规划全国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针对社会甲艺文等等的课程，会用台语来上课，上紧伫明年就会挂牌。下晡时侪侪学生囡仔咧拍球运动，这间伫落地的学校就是教育局初步选定要伫遮成立全台第一个台语实验的小学，住伫附近的家长大多数拢表达支持。袂歹啦，这做的推动，互囡仔加学习咧，台语会晓讲台语安尼。像阮有时拢用台语甲囡仔耍一寡好耍的游戏啊。这间学校目前学生拢总有60外几，社会居民表示讲，这个囡仔拢是甲阿公阿嬷住做伙，自然会晓讲台语。即马成立台语实验小学消息传出来，已经有母语家庭的家长准备要甲囡仔送来遮读册。甚至讲嘛有北部的台语家庭，你讲做欣赏咱高雄人，就是恁高雄人总算会当有台语家庭嘛，讲到底伫倒位，紧甲我讲，我明年也是啥物时阵，就是拍算要全家伙就是。规家伙就是迁来高雄。未来台语实验小学所有课程拢用台语来上课，就有家长的烦恼，譬如讲数学、自然课用台语敢会教袂好势。台语老师认为讲，若是拄到专有的名词，会当用华语来解说，主要爱营造全台语的环境，互学生开喙讲台语。课程内底会当讲台语，其实伊嘛是有专有名词的部分，咱会当用华语来讲。安尼其实无使会影响到学生去学习遮专业科目的这种专业知识。教育局表示，本土教育委员会找真侪间的学校评估，才选定落地的这间学校。不过，也是爱等到学校校务会议通过，才对外来公布。按说明年高雄台语实验的学校就会当正式开课。记者张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好，看到这高雄市当咧规划全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有真侪母语家庭毋但表示肯定，嘛希望讲各县市拢会当来设。也那学者是认为讲，应该爱由中央做伙来推动。囡仔耍山耍甲真欢喜，这是母语家庭带家己的囡仔来公园佚佗。听到高雄目前当咧规划台湾头一间的台语实验国校啊，因伫北部是真欣盛。并一直有伫各地推测台语学校成立的台语路协会表示，目前因伫北部接触到的地方政府较无强烈的意愿和动力。不过母语家庭是认为，这件代志其实是爱靠政府去沟通的。规个北台湾的台语家庭可能拢喺度暴动安尼，过去无即种例，所以大家拄开始会唔敢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伊应该要去沟通。真希望讲，即个高雄因做出第一间吼，这经验会使拖出去。除了民间团体望未来通有搁较侪间台语学校，学者也鼓励，目前台湾也是属于华语单一化的社会，那通有多元的语言环境，尤其是甲咱的母语豆豆找倒转来生活当中，无共语言的切换对囡仔的发展来讲是真有帮助的，甚至大方向来讲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代志，应该扣到中央的层级去推动。定定伫咧两种语言之间切换，对伊的智力的提升，吼囡仔智力的发展。还有对伊老化的这个速度，拢会当互伊慢落来。这是关系到咱各位各民国家发展的
好事啊！希望这个代志当提升到中央政府的层级。学者表示，对语言来讲，环境本地就真重要。设立台语学校，就是咧增加讲台语的环境，创造多元语言的环境，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发展。望中央政府会当重视，未来也通伫无共县市设立台语学校。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的大稻埕，互人号做戏曲，当年拢会来举办戏村大稻埕的活动。今年是办到第8届，结合着戏剧人物 VTuber 来传播传统艺术历史，希望讲会当成一寡少年辈来认捌大稻埕甲传统戏曲。是国前2年的大水哟。大过轻念歌，阁有人布袋戏，用传统戏剧讲聊天顶的故事，为大稻埕街区的戏村大稻埕活动宣传。戏村大稻埕今年是第8届，伊阁将大稻埕街区的老厝古迹做场地，播传统戏、唱传统歌，让大众知影大稻埕以前互人号做戏曲的迄段历史。为什么叫做戏曲呢？因为咱大稻埕庙足济嘛，所以咧，开始就是有人要感谢神明嘛，对不？请神来行愿呐，所以就有足济这个布袋戏馆呐，还是讲歌戏的啊，这个团呐，拢是为遮开始的。这是台湾 VTuber 工作室参台北下海城隍庙合作推广的影片。戏剧人物直播 VTuber 伫少年人之演真受欢迎。今年戏村大稻埕也参台湾 VTuber 工作室合作，用线顶 VTuber 直播小解大稻埕，希望向少年人实际到大稻埕行搭。其实我们很爱去结合在地的创生，以及在地的就是振兴。那我们陆续也去跟了像是金门、屏东的当地的观光来去做结合。那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会去结合就是在地的导览，带着观众透过直播的方式相关的展演的呈现。传统戏剧较无受少年辈的关注，老街区的历史也需要继续传承。大稻埕在地文化团体想办法把传统元素结合少年人等咧关注的新兴话题，就是希望台湾在地文化会当一代传一代。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希腊有一个93岁阿嬷，逐工拢会来扯围巾送互难民的囡仔，到今已经扯3000多条啊。就算这阿嬷目睭无解偌好，毋过伊还是坚持要送互囡仔温暖。另外，伫奥地利是有一个社运人士，伊继承8亿外台票的遗产，想要摕来奉献互社会，来改变好野善的政策。93岁宋卡伫伊希腊首都雅典的小公寓内底，真溜俩且含金。伊讲这色彩鲜艳含金，拢是要互乌克兰、波斯尼亚、甲赫塞哥维那，抑个希腊难民仔囡仔。伊查甫也高算为90年代开始到即马，已经扯3000多条。I hrabă muzin asta pudino. Tam mi razo che herume. Che cate farat tiano alla na do solu. Beblebs para gerno malha me to saki. 伊查甫囝讲，就算妈妈即摆目睭愈来愈歹，阁三切身形听症状，毋过因斗阵收到希腊甲国外难民囡仔寄来感谢卡片甲画图的时阵，是真感动。Ο σκοπός ήταν αυτά να μοιραστούν. Δηλαδή το γεγονός ότι βρίσκαμε και τα δίναμε, αυτό έδινε και δύναμη στη μαμά. 伫奥地利要社运人士希望จาก声音，互人听到。31岁恩格尔霍恩是化工大公司巴斯夫集团创办人后代。最近伊继承2500欧元，差不多代票8.5亿的遗产。伊召集由50人组成国民委员会，为伊到3工想这个钱要安怎用，佮期待进一步带动税收制度变革，推广好家人扣税政策。Teil der Bevölkerung schlecht geht, damit es mir gut geht, weil das darf man nicht vergessen. Verteilung funktioniert so, dass wenn es extremen Reichtum auf der einen Seite gibt, gibt es auf der anderen Seite extreme Armut. Das heißt, der extreme Reichtum der wenigen geschieht auf Kosten der Armut und des Prekariats von unsäglich vielen Menschen. In Österreich ganz, ganz eklatant. Das reichste Prozent hat Eigentum an fast 50% des Vermögens. Und die ärmer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teilt sich keine 3% des Vermögens. Diese Schieflage, die habe ich nicht erfunden. Ich stoße da nichts an, sondern ich beteilige mich an der Analyse dieser Datenmenge und sage, das ist nicht nur ungleich, sondern das ist ungerecht. 对委员会建议，伊讲伊保留发表评论的权利，家己未参加决定也无好决权。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辑。
这几天早暗温差真大，也若下半晡这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19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人讲外世界是恶地歹生活，不过苗头山这个